你看我的画好难看哦，怎么画都画不好。彤彤姐姐，点点她一整个上午都在画画哦，已经画了好几张图了啦，一直在旁边喊好烦哦，好烦哦。点点，你想画什么？我想要画很多人在跳舞啊。很多人啊，我知道，我有个方法。点点，我教你画火柴人好了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用很短的时间画出很多人哦。好啊，教我。首先，你可以先画一个圆圆的头，上面再画2个圆圆的木足，笑笑，嘿嘿。接下来树、手手，再画脚，成功耶！接下来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画出很多人咯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2个圆圆的是什么啊？我说2个圆圆的木足眼睛，然后这个长长的树就是手手，脚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哎，那我试试看咯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嘿，点点，你一下就会画了，你真的好聪明哦！哈！这是什么？木足眼睛，木足眼睛。我们用哪里看书呢？木足，我们用眼睛看书。这是什么？素手，素手。我们用哪里拿东西呢？素，我们用手拿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脚。我们用哪里踢足球呢？我们用脚踢足球。亮亮很棒哦。木足、素、脚，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磊亮。